我討厭被當成軟弱可欺的人，那種被笑着推倒又被當作笑話的人。這一句像火一樣燒開了我的胸口，差點讓我在道館門口把手裏的拖把扔出去。空氣裏彌漫着汗水和消毒水的味道，旋有被腳步練過的塵土聲。我的名字叫木無雙，但今天我更像是一個用抹布掩飾鋒芒的影子。他們看到的只是館裏的女清潔工，穿着舊圍裙，頭髮隨意挽在腦後，連個像樣的訓練服都沒有。我知道他們只看到了表面，一個攰拖地、攰端水、攰在角落裏看着別人練拳的女人。但真正的我，早在父親存在的時候，就把拳法讀得像念書一樣熟。只是那天之後，我把拳收進了心底，把痛苦包成了沉默。我以為安靜能換來平和，直到那群人把門撞開，把嘲諷帶進來。你一個寶潔船懂武術，那個口氣裏滿是輕蔑，像冬天把我的手掌嚇得發白。左腳右移1厘米，角尖中正，收氣藏腹，發力在腰。我跟着他越了句，像是出於本能的話語。他們擰了一下，笑聲更大了。可就是那一瞬，我看見了師父的背影，他堅硬卻略帶疲憊的肩膀，像一座不潰倒下的山。我本能地想隱瞞，想低頭繼續拖地，但聲音從我嘴裏崩出來了。我好歹也練了3年了，扎馬步我旋不潰，用你個寶潔教。我恨自己的嘴巴說出那句話，恨他像刺刀一樣把自己暴露。事情很快失控，人群裏有人揮拳，有人推搡，叫罵聲像潮水般衝來。那個自稱空手道黑帶的情霸走上前，眼裏閃着挑釁的光。他們東營的人帶着笑意，像看獵物的狼。我心裏翻江倒海，手心出汗。我清楚地記得師父曾說過的話：武術不是用嚟賭命的，也不是用來欺凌人的。可現在他們拿着金剪的規則，硬生生把武術變成了賭注。我們神武從不玩沒剪的局，情霸冷笑，誰輸了誰關門。剪賠雙倍，而且他看向師父，語氣像刀子，我要留下一雙手。我的腿像灌了鉛，腦袋嗡嗡作響。留下一雙手，那是羞辱更是威脅。他們把我們的尊嚴當作籌碼，推到台面上。我想走開，真的想一片片告訴自己別插手，別再讓舊傷口裂開。但師父那被壓彎的背影，那不可言喻的倔強，讓我無法退縮。我記得師父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我說：無雙，做人要有骨氣，但更重要的是拳要有用在正處。我答應過他，會守護道館，守護這裏人的尊嚴。於是我走上去，像被雜麼東西推着走。我不要你們的臭剪。我對着那群男人說，聲音比我想象中更平靜。如果我贏了，你們不苦再騷擾我們。有人笑了，比之前更大聲。笑裏有輕視，也有賭注的狂喜。情霸的臉一瞬間陰沉，他不願意讓我出現在他的規則裏。他們要的是血狀的賭注，要的是把一切撕碎的快感。
我卻反覆在腦海裏回放母親那淒涼的病床，回放父親最後落寞的背影。我知道我不能退，你不會真以為能贏了我吧？情罷譏諷，人群裏有人喧嘩，有人壓住，我的心跳像鼓點，耳邊只有自己的呼吸。我想起小時候跟父親學拳的細碎動作，左腳微移，角尖中正，氣沉丹田，腰圍乏力根本。那些動作像一張舊地圖，指引我走出當下的泥沼。突然，師父一個動作，像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過去。他沒有多說話，只是抬手，像是在整理空氣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眼底不該有的痛楚和一種老者的寧靜。他本可以站出來，以一己之力壓制全場，可他的手抖了。他那一抖，像是一把刀劃過我的心。我知道師父身體不允他再多做。他向我看了一眼，眼神裏有責備、寵溺，也有無盡的託付。無傷他輕喚，但聲音被嘈雜淹沒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像吸盡了所有的寂寞與憤怒，跨上前去。人群一時安靜，像暴風前的海面。你是誰？齋藤先生冷冷問，像是在審視一件新奇的玩物。他們把賭注抬到生死邊緣，把傲慢當成武器。他說：把穆家拳傳人交出來，否則不客氣。我聽着，心裏像被猛錘擊中，但我知道我不能後退半步。我退下圍裙，露出早已磨破的訓練服，像揭開一件舊盔甲。人們發出低語，其中夾雜驚訝和不屑。穆無雙，有人叫出我的名字，聲音裏藏着不可置信。父親的名字在我耳畔回響，他的教誨像溫暖的手掌按在我的背上。我閉上眼，深吸氣，像把過去所有的怯懦壓回體內。既然你們要賭，那就賭一場。我的聲音清晰且不容置疑。齋藤先生露出一抹笑，像是看見一塊軟肉，但是笑容很快凝固。他叫人準備生死狀。台下有人高聲喝彩，燈光刺眼得像要把一切真實都燒掉。比賽開始前的沉默是一種賭計時，我能聽見自己的心跳，也能聽見那些眼神裏潛伏的曬意。我知道一切都不會像以前那樣單純。門外的風吹來，像是帶來未來的預告。我的拳已經不只是為我一個人而打，它背後是道館的尊嚴，是父親的影子，是那些曾被欺凌的人的希望。我抬手握住衣袖的邊角，仿佛握住了命運的韁繩。人群的喧囂瞬間成了模糊的帷幕，只剩下對手冷冷的目光和我內心的怒火。我知道，若是輸掉，不只是我一個人潰倒下；若是贏了，代價也苦遠比想象的高。門外天色開始暗下，一陣更低的風吹過，像是提醒我，真正的試煉才剛剛開始。風起的那一刻，燈光像刀子一樣割在人的眼睛裏，我能感覺到每一雙視線都搭在我身上，像釘子。我的手心開始出汗，但我努力讓呼吸平穩，像師父教我的那樣，心定眼穩，拳隨心走。第一個對手
是他們派來的蟲島，那位傳說中的獨眼鬼手。我曾在傳聞裏見過他的名字，一個用劍舞出百人斬的男人。他的對手多半在刀下倒下，台下有人低聲說他殘忍，甚至收集對手的眼珠子。那種話像冰水灌進我耳朵。但當我直視他時，他不過是個站着的中年人，眼神裏有一種疲憊和驕傲交織的倦意。比賽規則是貿然，是殘酷的，勝者為王，敗者隨意處置。我知道一拳一腳背後是人命，我也知道如果退縮，不僅我一個人的尊嚴會破碎，道館會被踩在腳下。我師父，那個曾經把我當作徒弟、當作家人的老人，也會被羞辱。我不允苦那發生。穆小姐，準備好了嗎？主持人的聲音像鞭子抽在我背上。我點頭。那一刻，所有語言都變得磨礪，只有拳和呼吸在說話。蟲島上來像風，步伐幾乎磨聲。我聽見他的劍摩擦空氣的聲音，那聲音在我耳裏變形，像是千麥條魚鱗掠過。我知道這是劍術、速度和角度的藝術。許多人會被他的氣勢壓垮，但我的拳法不是只靠蠻力。我的拳裏有父親的教誨，有耶里師傅對我無聲的督促，旋有我對母親最後一瞥的愧疚。他先出手，像一道黑色的雷鳴。我避開，用的是最基本的身形，腰帶動，腳下穩。我不想與他硬碰硬，那只會讓我失血更多。我像流動的水，尋找蟲島空隙，尋找他疲憊的呼吸線。他的劍法講究分割和撕裂，但也有規律。每一次出劍之後，都會有短暫的回收。我就抓住那一瞬，把力道穿過對方的防線。不錯，師父在台下低聲說，眼裏有驚訝，也有隱藏的驕傲。我聽見師叔在旁邊抽泣，那是擔心，也是釋然。一招一式，我不是要打敗蟲島的技巧，而是要讓他明白，我們的拳法也有他的尊嚴。當我的掌心擊在他胸口那一刻，他的呼吸粗重了一下，劍退手的聲音在空中炸開，時間像被撕裂成兩半。台下一陣惶恐，齋藤先生的面色瞬間扭曲，像有人扯了他的臉皮。你贏了。有聲音帶着難以置信和憤怒。蟲島跌坐，他眼裏有不甘，但更多的是驚訝。一個被稱為劍道大師的人，竟被一個看似柔弱的女人以拳制勝。他的倒下不是簡禪的敗北，而像是一個舊時代的崩塌。我伸手去扶他，他卻冷冷推開。那一刻，我看清楚了所謂武者的複雜。有的武者以劍為尊，有的以拳為道，而有的人把武術當成了名利和獸性的展示。我的拳，無論結果如何，都不能被當作賭具。勝利的餘波並沒有給我帶來安寧，場外更大的危險船在醞釀。東瀛人的喉嚨裏冒出更多的侮辱，他們像餓狼一樣準備派出更難對付的人。傳聞中有撒旦之子，一個被邪惡組織從小訓練成曬綠機器的孩子。誰會想到他們會把殘忍的童年當成武器？
誰又會想到，他們竟把一個孩子丟到擂台上作為賭注？當主持人宣布下一局對陣名單時，人群像被點燃的火藥桶，爆出各種聲音。我只聽見幾個名字，從賭倒下之後，他們派出的是個更詭異的對手，一個被人們低聲議論的名字，彤彤。有人說他是磨情的殺手，有人說他眼神空洞，像沒有靈魂。我看着台口，心頭一沉。我的朋友梁凱在我身旁握住我的手，手掌微微顫抖。他低聲說：無雙，他們派來的是撒旦的人。傳聞裡那個孩子從小被餵生肉，訓練得像野獸一樣，你要小心。他的眼神裡有恐懼，也有無奈。我想起小林，想起我妹妹在病床上的影子，那些記憶像鉗一樣扎進我心。我為什麼要承受這一切？為什麼武術會成為別人的遊戲？我深呼吸，告訴自己，不能被恐懼支配，不能讓他們把人當作賭注。比賽開始時，我看見彤彤慢慢走上擂台，他像個普通的孩子，身形瘦小，但眼裡沒有孩童應有的光。他的瞳孔像被抽乾了顏色，只剩下一片冷靜和空白。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口，重而磨情。對方先發制人，那速度像鬼影。我試圖判斷他的軌跡，但他的身法異常詭異，像風也像潮。我被一股奇怪的香味擊中，瞬間腦中空白，像被薄霧吞噬。周圍的聲音遠去了，只剩下呼嘯的鼓點和一種模糊的渾圓。我知道那不是自然的氣味，那是他們傳聞中的失魂香，一種能擾亂心神的毒物。我努力穩住步伐，閉上眼去聽。師父曾教我在最黑暗的時候相信五感，聽聲辨位，心定如鏡。我嘗試把視線交給聽教，把身形交給直教，但當我想邁出下一步時，台下一聲尖叫撕裂了空氣。有人喊：失魂香！失魂香來了！我的頭開始發昏，世界像被慢慢拉遠，拳影在眼前扭曲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能在這一香之內穩住，一切都將結束。空氣裡的香味像細絲纏繞我的思緒，讓我看到模糊的影像：母親在病床上的臉，父親受辱的背影，師父那不可告人的魔力感。我拼命想把他們推開，但那些影像像潮水一樣衝來。我緊握拳頭，感到指節發白。時間像被壓縮成一根弦，只剩下一瞬。我只能憑本能，憑那些在黑夜裡反覆訓練的記憶去應對。耳邊有人喊：聽聲，聽聲！我閉眼，集中全部的聽覺，聽那孩子腳步的氣流，聽他的呼吸，聽每一次微弱的出拳摩擦。我感覺到對手像影子一樣接近，力度卻異常沉重。就在我準備迎接下一招的時候，台上突然出現一個失衡的聲音，像是某種機械的斷裂。我的胸口猛地一緊，知道危險船沒有過去。我努力把每一絲清醒曳回來，逼自己站穩。但體內的虛弱像潮水般回流。那一刻，我意識到，這不僅僅是比武，這是對我的信念，
對我師門的審判，是對所有把武術當做人道與正義的人一次赤裸裸的挑戰。而我站在風口浪尖，必須把拳握緊，把心攢住，不能讓恐懼奪走我已經拼死守護的一切。無雙！有人在遠處呼喊，我聽見自己的名字像回聲在耳畔。我想回應，想大聲告訴所有人，我不愧退。但我的視線開始發黑，耳朵嗡嗡作響。我強撐着想看清對手的臉，卻只看到一個近乎透明的輪廓向我撲來。然後世界像被吞味一樣，一片黑暗吞噬了我，令人窒息的香味在鼻息間旋轉。下一秒，我甚至懷疑自己船能否再站起來。我醒嚟的時候，世界一片模糊，耳邊傳來低沉的嗡鳴聲，像有人在水底敲鼓。我試着睜開眼，可光線刺得我頭痛。空氣裡還殘留着那種失魂香的味道，甜膩、陰冷，像蛇一樣鑽進肺裡。無雙！那是梁藹的聲音，嘶啞得幾乎要碎掉。我聽見他在呼喚我，可那聲音被一層霧隔開，像是隔着夢。等我終於能抬起頭的時候，我才發現自己懸在擂台上，周圍的人群在喊叫、嘲笑、鼓掌，混亂得像一場噩夢。對手，那個孩子，彤彤，靜靜靜地看着我，那雙眼睛空洞得讓人心寒，沒有憤怒，沒有害怕，也沒有情緒。那一刻我明白，他不是在比武，他只是在執行命令。他的動作極快，每一拳都沒有猶豫，像野獸出擊，乾淨、狠毒，不留退路。我被他逼到角落，幾乎來不及喘氣。台下有人開始倒數，一炷香的時間快到了。我的耳朵還嗡嗡作響，腳底像踩在棉花上。師父的聲音在腦海裡一片片浮現，以靜制動，以弱勝強。人若亂，拳必散。我咬緊牙關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，我不能贏這個孩子，我得救他。彤彤，我低聲說，聲音幾乎被喧囂吞沒。你船記得加嗎？他停了一下，只有一瞬，但那一瞬我看到了猶豫。他的拳停在半空，眼神裡像閃過一絲困惑。可緊接着，他又像被雜魔刺激到，低吼一聲衝上來。我避開他的拳，反手將氣沉至丹田，一掌封住他的脈門。他的身體瞬間僵住，像斷線的木偶。那不是攻擊，而是一種控制，讓他的氣息亂，讓他心神停毒。我不想傷害你，我對他說，你不是野獸，你是人。這句話像是撞開了雜魔。他突然顫抖，嘴角開始抽搐，淚水從眼角滑落。我那一刻心都碎了。他不過是個孩子，被訓練成了曬戮的工具，被逼活在恐懼裡。台下傳來暴怒的咆哮，殺了他！彤彤，動手！那是韓先生的聲音，帶着癲狂的歇斯底里。彤彤的身體再度僵硬，他的眼神重新空白。我知道，那是他們對他施加的精神暗示。無雙，小心！梁藹的聲音再次響起。我幾乎是本能地閃開。
那一拳擦着我的臉砸過嚟，鳳聲刺耳。我反擊，一掌拍在他肩上，將他整個人震退幾步。他的身體輕得不像孩子，更像一具空殼。夠了！我嘶喊，可未人聽。那些東瀛人、棒國人，只是看熱鬧的嗜血觀眾。他們笑，他們下注，他們想看我和一個孩子的鮮血混在一起。那一刻我終於明白，所謂比武大賽，從來不是武者之間的較量，而是一場徹底的人性屠殺。彤彤再次衝上來，速度快得連空氣都在顫抖。我閉上眼，用聽覺去看他呼吸、腳步、肌肉的摩擦聲，所有這些碎片拼成了一個節奏。我等他逼近，等他出拳的那一那，將氣從腰間拔出，一記寸勁直打他胸口。砰！他飛了出去，摔在地上。全場寂靜，我的手臂發抖，氣血翻衝。那一掌我留了力，否則他潰死。他躺在地上，胸口起伏得厲害，眼裏第一次出現痛的神情。慢慢地，他抬頭看我，嘴角微微動了一下，像是在越雜麼。我靠近他，聽見他極輕地吐出兩個字：姐姐。我的心猛地一緊。你越雜麼？姐姐，我想回家。那聲音遠得像風。我跪下去，伸手想抱他，可他已經昏了過去。人群徹底炸開了，有人怒吼，有人罵我作弊，也有人發出不安的低語。齋藤的臉陰沉得像要滴出血來。我聽見他冷聲命令：帶走彤彤，換人上。齋藤先生，韓先生笑着湊上前，聲音油膩得像毒液。這回輪到我了吧？齋藤沒有回答，只是狠狠盯着我，像看一隻該死的蟲子。梁凱衝上台，把我扶住，無傷，別打了，你已經贏了2場。我搖頭，不，他們不配就此罷休。你以為他們配遵守規矩？他們要的不是公平，是報復。韓先生拍了拍手，舞台的燈光忽然暗了下去，隨即聚焦在一個角落，一個高大的黑影緩緩走出。他穿着漆黑的斗篷，腳步穩重，氣息冷得像冰。那一刻，全場安靜得連呼吸都能聽見。無傷，梁凱的聲音在顫，那是祁先生。我抬起頭，注視着那個被眾人稱為終極對手的男人。他掀起斗篷，露出一張面無表情的臉，那雙眼裏沒有情緒，卻讓我渾身發冷。他緩緩開口，聲音沙啞低沉：穆家拳，我等這一刻等了10年。台下的人群重新騷動起來，有人低聲說：他是當年殺穆遠江的人。我拎住了，胸口的空氣幾乎瞬間抽空。穆遠江是我父親的名字。空氣瞬間冷凝，血液在我身體裏奔騰，我的指節在顫抖，連呼吸都變得艱難。我終於明白，這一切不是偶然。那些比賽，那些挑釁，那些被逼的比鬥，全都是為了把我逼到今天，為了讓他出現。我看着那雙冰冷的眼睛，緩緩抬起拳頭，心裏默念：吧，女人的拳，從今天起，不再遺恨，
只為證。燈光再次亮起，第三場開始。擂台上的空氣冷得像冰，燈光直打在我臉上，我卻感覺不到溫度。台下的觀眾早已沸騰，但他們的聲音離我很遠，像隔着厚厚的一層玻璃。所有的注意力都被那個人吸走。K 先生，他慢慢走向我，腳步沉穩，每一步都像在敲打我的神經。那種氣勢不是虛張聲勢，而是衝骨子裡滲出的冷意。他的目光沒有任何起伏，像死水，像墳墓。他站在我面前，微微俯視，嘴角揚起一絲幾乎察覺不到的弧度。木丸江的女人，他低聲說，聲音冷得像鐵，終於長大了。我心頭一緊，父親的名字從他嘴裡吐出的時候，像刀刃劃過。那一刻，我幾乎想撲上去撕碎他，可我壓下了那股衝動。我知道對手正等着我失控。你記得那一年嗎？他繼續說，語氣帶着殘忍的平靜。你的父親拒絕向我們臣服。他說，武者有道。然後我就讓他看道是怎麼顏色。我聽見自己牙齒咬合的聲音，血的味道在嘴裡散開。我能感覺到拳頭裡的骨頭在發抖，不是怕，而是憤怒。他死得很光榮，我說，但你不配。人群爆出一陣嘈雜。齋藤先生在台下冷笑，好大的口氣。一個女人船想替木丸江報仇。K 先生抬起手，示意他們安靜。他的眼睛緊緊盯着我，像要看穿我靈魂的每一寸。開始。這一聲令下，如同判決。我率先出拳，氣沉丹田，腰乏力，直擊胸口。他輕鬆擋下，幾乎不退半步。反擊的力度沉穩，狠毒，精準，就像我父親生前越過的那種。真正懂拳的人，出手時未有一絲多餘動作，每一拳都像是在逼問我的極限。我被打退3步，胸口一悶，喉嚨聲甜，一口血差點噴出。我死死壓住，強迫自己站穩。台下的嘈雜聲越來越遠，耳朵裡只剩下自己的呼吸。這就是木家的拳。他冷笑，不過如此。我擦去嘴角的血，深吸一口氣，緩緩擺出架勢。父親曾經教我，木家拳的核心不是力量，而是心意。拳隨心動，心若不屈，則拳永不敗。我閉上眼，屏蔽掉所有雜音，只聽自己的呼吸如心跳。等我再睜開眼的時候，世界好像靜止了。K 先生的每個動作都變得清晰，呼吸、重心、眼神的落點。我找到一個破綻。喝！我的拳從腰間爆出，擊中他的肩膀。那一刻我感到骨頭的碰撞，聽見他短促的悶哼。可他的反擊更快，幾乎同時踢向我的肋側。我被踢飛，整個人撞在擂台的圍欄上，劇痛從背脊傳遍全身。無傷。涼藹的聲音在場外撕裂空氣。我艱難地站起來，血從唇角滑落，落在地上煎成一朵小花。我的身體在顫抖，但心卻出奇地冷靜。你以為我殺你父親，只是因為他不肯臣服？
K 先生低聲道：你父親太驕傲，他看不起我們東瀛拳，以為自己那點道義能改變世界。我冷笑：那你呢？靠毒藥，靠金錢，靠恐懼贏來的權也配談到？他的表情第一次有了裂痕，那是一種被戳中痛處的憤怒。你太像他了，他低聲說。可惜穆遠江最後的裂局，你也逃不掉。他再次出手，這次快得幾乎看不見影子，我只能憑本能閃避，手臂被擦出一道血痕。我倒退幾步，呼吸急促，卻依然沒有倒下。我的腦海裡閃過妹妹小林的臉，她在病床上笑得那麼安靜。姐姐，你別再打拳了，好不好？我怕你再也回不來。那一刻，心底的痛幾乎將我撕裂。我猛地抬頭，對着 K 先生吼道：你們害死我父親，害我妹妹無藥可救。今天我要讓你明白，怎麼叫大下的拳。我不再閃避，反而迎着他衝上去，兩股力量在擂台中央爆炸般碰撞，氣浪震得人耳朵發麻，觀眾席上的燈光都顫了幾下。我的手臂幾乎失去知覺，但我不肯從。那一瞬間，我忽然看見父親的影子在我身後，他的手覆在我的肩上，輕聲道：無雙，拳為守，不為晒，守住你的心。我借着最後一絲力氣，將體內的氣聚到丹田，爆發出最後一擊，拳如雷鳴，直中他的胸口。砰！他踉蹌後退數步，臉色瞬間蒼白，胸前的衣料被震裂，全場寂靜無聲。然後他忽然笑了，低低地，陰冷地：不錯，穆家拳的確有點意思。他伸手擦去嘴角的血，目光暗自。可惜你旋沒贏。旋沒等我反應，他突然扭身，一掌拍向我背後，那力量之狠，讓我幾乎聽見骨頭碎裂的聲音。我被打飛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胸口窒息般疼痛，幾乎無法呼吸。無雙，梁凱衝上前，卻被護衛擋住。我想爬起來，可全身都不忍使喚，血從喉嚨衝上，洗在地上。眼前的光在晃，我幾乎看不清他的輪廓。現在你和你父親一樣，K 先生的聲音像從遠處傳來，倒在我腳下。他抬起手，準備最後一擊。那一刻，時間似乎凝固，觀眾的呼喊聲變成遙遠的回聲，我只能聽到自己急促的心跳。忽然，一道聲音劃破寂靜：住手！我艱難地抬頭，看見一道熟悉的身影踏入擂台，那是師父。他臉上的皺紋深刻，眼神裡帶着無法掩藏的怒火。有我在，他越未人敢動他。風瞬間靜止，所有人屏住呼吸。接下來的一切，注定將改變所有人的命運。師父踏入擂台的那一刻，現場的空氣仿佛被凍結了。K 先生的拳在半空停住，整個世界只剩下兩個人的喘息和木板被踩踏的聲音。師父的眼裡沒有驚慌，只有一種沉穩到骨子裡的冷靜。那是我從小熟悉的力量，比任何招式更能讓人安定的東西。
你究竟是誰？K 先生的聲音低沉，像壓在桌底的鐵塊。台下的人屏住呼吸，等待着另一場風暴的爆發。我能感覺到自己的胸口像被繩索勒緊，疼痛和憤怒交織在一起。師傅一步一步走來，他的背微微彎着，像承載了太多年的責任和疲憊。可每一步都很穩，每一步都像在告訴我別怕。師傅，我試圖叫他，聲音卻哽在喉間。記憶像潮水般衝來，夜裏他為我縫補拳套的手，清晨他在院子裏慢慢打拳的背影，船有那天他徒手蕩下數人的時候，背後的顫抖與倔強。那一切像一股溫熱流進我的手心，給我站起來的力氣。K 先生冷笑一聲，他的眼裏閃過一絲不屑。一個老頭也想當我可笑。師傅沒有回答，只是輕輕抬手，像在整理袖口。那一刻，我看見他手上的老繭，聽見他深吸一口氣，像是要把所有怒火和委屈都化作一拳。可他的拳不像年輕人的狂熱，他更像是一種平靜的宣告：我存在。兩人對視的那一瞬，時間被拉得很長很長。台下有人竊竊私語，有人暗自下注，也有人默默祈禱。梁海緊緊握着我的手，他的汗濕了我的掌心。那感覺像是連着一個人的命運，也連着我剩下的一點軟弱與勇氣。目無雙，師傅的聲音低而穩下去。別再讓他們把你當作祭品。他的眼神越過 K 先生，看向我，帶着不容拒絕的溫柔。我搖頭，嘴唇發白。師傅，我不能。他們不配放過我們。話船未碎完， K 先生一個冷笑，向前一步，拳縫帶起了道指縫聲。師傅沒有退，他的手緩緩擺出手勢。那一刻，世界像是一張被撕開的畫布，我們被丟進畫裏的中心。K 先生猛然出手，速度快得像閃電。但師傅的身形更穩，拳影相交，發出悶響，像木頭撞擊的回聲。台下的人驚呼，仿佛看見了歷史在眼前重演。師傅每一招都不是為了取人性命，而是為了制止那種以暴制暴、以恐懼為樂的獸性。他的拳法內斂而有力，像揉碎了歲月的鐵錘。與 K 先生的冷睞相比，師傅的每一擊都帶着一種溫暖，那是他多年修為裏關於拳為正道的堅持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們交手，心裏的疼痛和驕傲交織。師傅的動作裏夾雜着歲月的傷痕，但也有着不可被磨滅的尊嚴。K 先生的攻勢一波又一波，卻始終無法撼動那份沉着。終於，在一個不大的破綻裏，師傅以一個漂亮的側步反擊，一掌拍在 K 先生的肩胛，力量傳到他的胸口。K 先生踉蹌，面色微變。住手！齋藤先生在台下怒吼，聲音裏帶着恐慌。他原以為 K 先生是不可戰勝的殺手，是能把我們徹底踩碎的存在。可現在，事態不受他操控。K 先生露出一抹冷笑，忽然收起攻勢，一字不發地轉身向台邊走去。
那瞬間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沒有倒下，也沒露出痛苦，只是安靜地踩着節奏離開，好像這一切讓他提不起癮趣。今日到此為止。他的聲音冷若冰霜，帶着讓人不寒而慄的平靜。穆家拳尚可惜，但終有一日，我會親手拆穿他的尊嚴。他離開的背影像一把刀，插進了我的胸口，讓我的呼吸更沉重。台下的氣氛瞬間複雜，有人驚喜，有人失望，也有人在竊竊議論他留下的威脅。師父站在原地，眼神浮雜，他沒有追上去，只是慢慢回頭看向我。那一眼裏有太多話，他想越，卻又輕輕搖頭。你未試吧？師父走到我身邊，伸手撫摸我的頭，動作笨拙卻真切。我點點頭，聲音虛弱，卻真實。師父，他會再來。師父沉默良久，然後用那隻常年被拳風磨礪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目無雙，路才剛開始。你已經醒嚟，但醒嚟之後，路更難走。有人會想用你做祭品，有人會想把你當武器。你要學會把拳用在正處，而不是被人操控。我緊緊握住師父的手，淚水終於在眼眶裏打轉。我曾以為復仇會帶來解退，殊不知復仇只是打開另一扇門，門後是更冷的夜。師父看着我，像看着一朵正在被夜風颳折的花。他的眼裏有懇切，有期望，也有無法言喻的懼怕。但就在我們喘息片刻，松島被抬上場外，童童也被人帶走。他們的表情讓我心裏一陣發涼。台下那些觀眾並不滿足，他們懸想看更多血腥，更多戲劇，更多那種把人當作玩物的快感。齋藤先生此刻臉色慘白，他知道今天的失敗並不代表終結，他會有更多手段。我能預感到他們會把這事藝越做越大，直到我們的名字被撕碎，直到我們的拳被污名化。梁海拉着我的手，聲音緊張，無雙，我們該怎麼辦？他們會不會再派更強的人？K 先生的話不是空穴來風。我看着遠去的人影，心裏燃起了一把火，既是怒也是責任。我想起父親教我的每一句話，想起母親病床前那無助的眼神，想起師父為我擋下的每一次羞辱。這些像一股力量在我血液裏翻衝。我們要做準備，我低聲說道，語氣裏帶着一種前所未有的決絕，不是為了報仇，而是為了保護更多像童童那樣無辜的人。我們要揭露他們，把他們逼出黑暗。師父看着我，眼裏閃過一絲複雜的光。你真的準備好了麼？那意味着你要走出道館，走進黑市，走進那些圍繞賭拳的陰影裏。那裏的規則，不是你我從小學的拳法能輕易應對的。我握緊拳頭，感覺到指節發白，皮膚的觸感像是要抓住雜魔。我輕輕點頭，準備好了。師父，我不再迴避，即使前路血雨腥風，我也要走下去。就在我們作出決定的那一刻，場外突然傳來一陣騷動，有人喊着，有人在跑動，
聲音越來越近。師父和我同時抬頭，眼神裏同時閃過警告。怎麼了？梁藹的聲音充滿驚恐。場外的人群像被水沖開一樣，幾個人帶着崩潰的表情衝進嚟，壓着一個滾身是血的少年。他們把他扔到擂台旁，少年掙扎着，嘴裏斷斷續續喊着。有人在招人，地下室賭拳，船有孩子。他的聲音越來越小，像風乾的葉子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腦海裏響起不祥的預感。師父的臉色瞬間變得嚴峻，他向台下大聲喝道：把那少年扶穩，叫人去把地下室封鎖，立刻。但齋藤先生已經臉色鐵青，他的眼神裏有一股掙扎和瘋狂。他知道，如果地下室被揭開，一切他和那些人打造的利益鏈就會斷裂。他的嘴唇顫抖着，眼裏有恨，也有恐懼。人群裏有人低聲睡，那是靠近碼頭的舊倉庫，專門辦這些剛壯的比賽。船有孩子被育來訓練。我聽着那些話，胸口像被千斤重物壓住，呼吸變得困難。夜更深，風更冷，而我們的世界好像被拉向一條無底的深淵。師父看着我，眼裏有一種請求，也有一種警告。這不是一場普通的比賽。他低聲說，他們在做的是把整座城市的黑暗繫在同一根繩上。無雙，如果你要進去，那就別回頭。我的拳在手裏顫抖，但眼神變得堅定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像把師父的信任和父母的期望都吞進體內，化作向前的力量。我不配回頭。我回答，聲音冷靜而清晰。在燈光與喧囂之間，我邁出一步，走向那扇通往黑暗的門。台下的喧嘩像是為我做的送行，風裏帶着鹽的腥味，也苦那是海，也苦是淚。而門後是一條我必須走完的路。我不知道等在前方的是敵人的刀鋒，全是未知的背叛。但我清楚一件事，一切都已改變。正當我把手搭在那扇倦怠的門把上，準備推開時，身後傳來一陣低沉的笑聲，那是齋藤先生的。木無雙，他的聲音透着冷意。你自以為要拯救集麼？你不過是我們用來洗白的火種。等你走進黑暗，你就會知道，有些東西一旦被看見，就永遠無法回到光裏。門就在眼前，我的手微微一顫。師父在我身後握住我的肩。我能感到他手的堅定與無聲的擔憂。我抬頭看了一眼擂台上仍舊亮着的燈光，像是最後一盞安全的燈塔，然後深吸一口氣，推開了那扇門。門外是更深的黑暗的門在我身後合上，發出一聲沉悶的響。我走進地下通道。空氣潮濕，混着鐵鏽如血的味道。閣下的水蛭反射出昏黃的燈光，像一條蜿蜒的蛇，指向我未知的命運。每一步都比想象中沉重。牆上貼着殘破的海報，國際舞蹈交流賽冠軍獎金千萬，而我知道，這些字後面藏着的是一場場用命堆出來的騙局。
我聽見遠處傳來壓低的哭聲，旋有金屬撞擊的聲音。我加快腳步，推開那扇被鐵鏈鎖着的門。門後的場景讓我幾乎窒息。幾十個孩子，眼神空洞，身上布滿傷痕，正在做機械般的出拳動作。教練拿着鞭子，在他們稍一停頓時抽打。快，再快一點！想活命嗎？我全身的血都涼了。那一瞬間，我明白彤彤不是個例外，他只是成千上百個被吞噬的孩子之一。是誰？一個守衛發現了我，舉起電棒衝來。我幾乎沒猶豫，側身閃過，一記爪擊讓他失去意識。我把他拖到牆邊，取下藥匙，打開那鐵籠。孩子們沒有動，只是茫然地看着我。沒事了，我不會傷害你們。我的聲音啞得厲害，連自己都不確定船能讓他們相信什麼。一個年紀最小的孩子嘻嘻地抬頭問：你也是要我們打拳的嗎？我喉嚨一緊，搖了搖頭，不，我是來帶你們回家的。就在這時，後方傳來急速的腳步聲和對講機的刺耳噪音。有人發現異常，警報燈亮起，紅光一閃一閃地照亮整個通道。快走！我低聲催促，把孩子們一個個拉出籠子。我們衝進通道，卻被迎面而來的幾名保鏢攔住。那一刻，我知道退無可退。我吸氣，雙腳落地如釘，丹田鼓起氣海。穆家拳的心決在血脈裏燃燒，拳影翻飛，空氣被打得生痛。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他們全部倒下。可敵人越來越多，像潮水般衝來。無傷。師傅的聲音忽然從盡頭傳來，我幾乎不敢相信他追了進來。他拉過一個昏迷的孩子，氣喘吁吁地喊：這邊有出口。就在我轉身時，一陣槍聲劃破空氣，子彈擦着我肩膀飛過，我被震得一個踉蹌。師傅伸手想拉我，卻被一股力量擊中，整個人倒了下去。師傅，我撲過去，看到他胸口的血迅速染紅衣襟，他仍舊微笑，眼裏沒有恐懼，只有安慰。別停下，孩子，他低聲說，別讓他們得逞，把真相帶出去。我不能丟下你。聽話。他的手輕輕推我，力氣卻驚人。我旋想越雜麼，他卻忽然猛地一用力，把我往外推去。下一秒，一道爆炸的火光吞沒了整條走廊，熱浪撲面而來，我被掀翻在地，以明讓世界都靜了。我睜開眼，只看見火焰里師傅的影子。那是一種安詳的消失，像他一生所有的權益，化為守護的最後一擊。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，我幾乎是拖着孩子們爬出地下室，直到衝出那扇鐵門，迎來的是黎明的風。天空灰蒙蒙的，城市船未醒嚟，街道盡頭。警笛聲越嚟越近，梁海帶着人趕到，他的臉上布滿灰塵。當他看見我時，幾乎紅了眼。無傷。你？我搖搖頭，聲音幾乎聽不清。師傅，他留下了。梁海咬緊牙關，沒有越話，
只是狠狠地一拳砸在地上。我們把孩子們送上救護車，燈光閃落，我看着那一輛輛車遠去，心裡空得像被掏空。那一夜之後，整個江城都震動了。新聞報道揭露了神武道館與東瀛、棒國地下勢力勾結的真相，揭開了10年賭權的黑幕。人們開始談論武德、正義，船有那些被掩埋的名字。可我知道，真正的代價，只有趁力的人才懂。幾天後，我站在道館廢墟前，風吹亂了我的頭髮，地上船殘留着血跡和破碎的木牌，上面寫着無義之過。我輕輕撫過那幾個字，眼淚終於落下。師父，爸，我做到了，可代價太重。梁凱走到我身邊，遞來一個信封，那是警方從廢墟中找到的師父留下的信。我打開，裡面只有幾行字：無雙拳可破物，唯心能破命。若你有一天學會以慈悲守怒，以正義化仇，那時的你才真正懂得武。我合上信，抬頭看向遠方，太陽終於從雲層裡露出一線光，照在我的臉上。那光溫暖，卻也刺眼。我知道，新的道路才剛開始。我不再是那個打掃道館的女清潔工，也不再只是復仇者。我是目無雙，一個要用拳守護光明的人。我轉過身，背上那隻舊包船帶着煙灰。孩子們在我身後。梁凱輕聲問：接下來你要去哪？我微笑，去更黑的地方，讓光照進去。風掠過我的衣角，捲起塵土。遠處傳來孩子的笑聲。我輕輕閉上眼，聽見師父的聲音在風裡回蕩。拳始於心，忠於人。